秋年的他着呢，空个干净的。所有的父老乡亲都可以说都是我的拍摄对象。当就年的家人呢，空个追星的。播放数在飙升，然后网友的评论那种互动最容易激励我。对我人口下着呢，空个赞同的。真实的记录就是拍客的责任吧。这位年跑版呢，空个妥当的。网络时代，人人都可以做拍客，都可以真实的记录自己的生活。有何问题？年跑车前这两年，从于当地的人口线呢，这边俺的是来桥边接近有。